各位早晨，今日係2025年3月1號星期六嘅早上，時間係9點17分。再一次同大家去分享我喺英國宣教同埋生活嘅情況。我而家身處一度係我住嘅 Service Apartment， 佢係位於哈勞區，倫敦嘅西北部，松伍嘅地方。大家望一望我哋嘅環境，係啦，你會發覺一片朦朧。唔單止係因為早上，最主要就係倫敦有陣時係天晴氣朗，有陣時係好大霧，亦都有霧都之稱嘅一個城市。事實上，我越嚟越喜歡倫敦。好啦，講返有關我喺倫敦嘅生活，特別係宣教嘅生活。感謝上帝，有我嘅家姐介紹咗一班嘅來自美國美南嘅浸信，來自美南嘅一班嘅弟兄姊妹，佢哋都想探討一下點樣可以喺英國或者倫敦呢啲嘅地方可以做一啲華人嘅宣教工作。我好感謝神喺呢個摸索自己前路嘅時候，竟然出咗一班自己點樣講啊？即係我話，竟然出咗一班同路人。同領受嘅異象，而呢種嘅領受異象，我哋之前唔相識嘅，就正係大家都想去實踐耶穌升天之前，叫我哋將福音傳遍萬民嘅呢種異象，所以我哋走埋一起。但願我哋能夠慢慢走埋一起，去彼此嘅幫助，去一齊共同實踐嘅呢個大使命。為此，我亦都要加快我自己喺英國宣教嘅步伐。因為有具體嘅目標，有具體工作，令我顯得更加起勁。弟兄姊妹，喺呢一次第一次去探討呢個宣教工作嘅同時，我希望你哋支持我3樣嘢。第一，為我嘅禱告為我嘅開展嘅宣教事工祈禱，亦都感恩。原來真係咁快就開展到。第二就係，我都需要一啲嘅經費。估計呢一次同呢一班來自美南嘅宣教士嘅人，我大概需要1000蚊嘅美金。盼望弟兄姊妹，雖然我自己都有能力負擔一部分，但我都希望有一部分來自不同嘅弟兄姊妹支持我呢個事工，讓我感覺到你哋嘅支持係好實質嘅，係好鼓勵性嘅。無論如何，你嘅支持，哪怕係1分1毫、100、1000，我都願意接受。希望呢樣嘢都最終能夠成為英國教會嘅祝福，我個人嘅祝福同埋你哋嘅祝福。希望你哋用祈禱、用紀念、用金錢或者其他嘅支持方式回應我呢個短片，去支持我啊！有關嘅支持方式，我都會另外嘅做有一個叫 Google 嘅 YouTube 片，唔係，另外有個 Google 嘅 form 去俾大家填。多謝各位。有咩問題嘅喺香港嘅，麻煩你就揾個香港嘅馬太教會嘅人員啦。特別 Eddie 係了解我最多嘅情況，你不妨揾下佢，或者揾下我哋嘅牧者司徒牧師或者李傳道啊。有咩問題保持聯絡啦。拜拜。